大家好，我叫豪仔，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 trick 叫做 backside 50-50。如果想學識 backside 50-50，首先要學識 ollie。第一步擺腳 backside 50-50同 ollie 嘅擺腳係一樣。第二步 pop 板，當後腳 pop 板嘅時候，好似 ollie 咁向下 pop 板。第三步掃板，掃板嘅時候向 backside 嘅方向掃板，同時後腳向後拉。第四步 landing， 當滑板去到 ledge 最尾嘅時候，做 pop 板嘅動作。喺練習嘅時候，經常會遇到一啲問題，好多時候後腳 pop 完板，後腳冇向後拉，令到後 chuck 入唔到，緊記後腳 pop 完板，後腳向後拉。初練習嘅時候，後腳 pop 完板之後，膊頭冇向 backside 方向轉，令到個 chuck 入唔到個 ledge 度，所以 pop 板前膊頭同個 ledge 成水平。第一步擺腳，第二步 pop 板，第三步掃板，第四步 landing。